大家好，我係阿蛋，歡迎返嚟我個頻道雞蛋仔。今日呢一集心情有啲沉重，因為我要同大家講一個令人惋惜嘅消息。我哋熟悉嘅資深演員馮淬帆，人稱阿帆或者帆叔，已經喺前日，即係10月31號晚上10點35分喺台灣病逝，享年81歲。呢個消息一出呢，真係令到好多香港同台灣嘅觀眾都覺得好唔捨得。尤其是係睇住佢啲戲大嘅一代，更加係感觸良多。馮淬帆係1945年喺廣東順德出世，後來移居香港。佢出身自粵劇世家，阿爸馮景華係有名嘅粵劇老倌，所以細個就已經接觸表演藝術。可能就係因為咁，佢細個已經對演戲有好大興趣。佢1965年加入麗地影星，即係亞洲電視嘅前身，正式開始佢嘅演藝生涯。講下佢點樣入行啦，其實都幾有趣。當時佢只係一個後生仔，但係因為個樣幾特別，加上有表演天分，好快就獲得賞識。後尾仲獲大導演楚原邀請拍咗第一部電影《紅花俠盜》，呢部戲可以話係佢演藝生涯嘅一個重要起點。之後佢加入無線電視，演出唔少劇集，慢慢建立起自己嘅知名度。但係真正令佢紅遍華人社會嘅係佢後來喺大銀幕上嘅喜劇角色。可能好多後生嘅觀眾唔知道，其實馮淬帆早期係演正劇居多，後來先轉型做喜劇。呢個轉變可以話係佢演藝生涯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。然後講到馮淬帆嘅性格，同佢喺戲裏邊成日扮演嘅暴躁佬角色有啲相似，但其實現實中嘅佢仲更加有層次。佢係一個好認真、對藝術有堅持嘅人。曾經有同佢合作過嘅演員講過，馮淬帆對演出要求好高，每一個表情、每一句對白都會細心琢磨。不過佢同時又係一個好低調嘅人，雖然喺戲裏邊成日做到好誇張嘅效果，但私底下其實唔多出風頭。佢曾經喺一個訪問入邊講過，做演員最重要係做好個角色，唔係成日掛住出風頭。呢種專業態度真係值得而家嘅年輕演員學習。另外咧，佢仲係一個好重感情嘅人。睇翻佢同其他演員嘅互動，特別係同佢合作開嘅福星系列演員，好似洪金寶、吳耀漢佢哋，私底下都保持住好好嘅友誼。就算後尾大家發展方向唔同，但係感情一直都冇變。講到感情生活，馮淬帆可以話係比較低調。佢一生未婚，亦冇子女。曾經有傳媒問過佢點解唔結婚，佢就話覺得自己嘅性格可能唔太適合婚姻生活。不過佢同屋企人嘅關係就好密切，特別係同佢嘅外甥，感情特別好。其實佢曾經有過幾段戀情，但係都冇開花結果。其中一段比較為人知嘅就係同台灣女演員曾慶瑜嘅戀情。兩個人都係演員，理解對方嘅工作，但係可能因為各種原因，最後都係分開咗。馮淬帆曾經喺訪問入邊講過，覺得自己嘅工作時間唔穩定，好難俾到對方想要嘅生活。晚年嘅佢選擇咗喺台灣定居，過住簡單嘅生活。雖然冇結婚，但係佢身邊都有好多好朋友，生活都算充實。佢曾經講過，有戲拍就拍戲，冇戲拍就享受生活。呢種豁達嘅態度真係幾令人敬佩。而家等我同大家詳細重溫一下馮淬帆嘅經典作品啦。第一，五福星系列，呢個系列可以話係馮淬帆嘅代表作之一。佢飾演嘅犀牛皮，成日扮到好醒目，但係其實又唔係真係咁醒，成日搞出笑話。特別係佢同其他福星嘅互動咧，真係笑料百出。記得有一場戲，佢哋幾個要潛入一個地方做任務，個個都諗住自己好叻，結果就係因為太自以為是，搞到成件事一塌糊塗。馮淬帆喺裏邊嘅演出，將嗰種自以為聰明嘅感覺演得恰到好處。第二，最佳損友系列。
呢個系列裏面，馮淬帆做牛精帆真係成為咗一代人嘅集體回憶。戲中嘅對白嘅創意在於用生果名嚟代替粗口，唔單止冇咁粗俗，仲增添咗幽默感。馮淬帆演繹呢句對白嘅時候，嗰種想鬧人又忍住唔爆粗嘅表情，真係演得入木三分。第三呢係我好中意嘅精裝追女仔系列，佢飾演孤寒刻薄嘅劉定堅，其中一場被整蠱到縮水變成人球嘅戲，真係笑到肚痛㗎。馮淬帆喺呢部戲裏面將一個孤寒老闆嘅形象演得活靈活現，特別係佢嗰種計到盡嘅性格，加上小氣嘅表情同動作，令到觀眾又好笑，又覺得有啲似曾相識。咁第四啦，呢個富貴列車呢一部戲可以話係港產片黃金時代嘅經典之作。馮淬帆雖然唔係主角，但係佢嘅演出絕對係亮點之一。佢同其他演員嘅配合產生咗好好嘅化學作用，特別係佢同洪金寶嘅對手戲，兩個人都係好戲之人，你來我往，真係睇得人好過癮。雙龍會雖然呢部戲係成龍同利智主演，但係馮淬帆嘅演出都令人印象深刻。佢飾演一個反派角色，但係又帶點滑稽，令人又愛又恨。呢個角色可以話係展現咗佢演技嘅另一面，證明佢唔單止可以演喜劇，演反派都得心應手。馮淬帆自1986年就去咗台灣定居，之後一直喺當地生活，仲取得中華民國國籍，成為道地嘅台灣人。佢曾經講過好中意台灣嘅生活節奏，覺得比較適合自己。不過近年佢嘅健康狀況就開始轉差啦。今年5月，佢就因為肺炎同血氧濃度不足住院2個月。出院之後要長期用氧氣機協助呼吸。雖然身體唔係幾好，但係佢依然保持住樂觀嘅態度。據身邊嘅朋友講，佢成日都話生死有命，對生命睇得好開。喺10月尾，佢嘅情況再度惡化入院。據台媒報道，佢生前已經簽咗不急救同意書，所以離世嘅時候好安詳，冇接受入侵性治療。幾位好朋友陪住佢行完人生最後一段路，可以話係走得有尊嚴，冇受到太多痛苦。最後嘅道別，講到最令人感觸嘅就係喺10月28號，即係離世前幾日，馮淬帆先喺 Facebook 發文悼念剛過身嘅好友許紹雄。佢寫咗一句：賢弟嗰邊等，餘兄隨後嚟。點估到幾日之後佢真係隨老友而去？呢個情況令人覺得好似係命運嘅安排。兩個好朋友可以喺另一個世界再相聚。好多網友知道消息之後，都紛紛去佢嘅社交平台留言，講翻句香蕉你個巴樂，一路好走，用佢嘅經典台詞同佢道別。馮淬帆嘅外甥已經證實死訊，並會依照舅舅嘅遺願，後事只會安排家祭，由親近嘅家人同好友送佢最後一程。呢個安排都好符合佢低調嘅性格，唔想搞到太大陣仗。除咗電影之外，馮淬帆喺電視劇方面都有唔少經典作品。佢喺無線電視期間參與過好多受歡迎嘅劇集，例如《網中人》裏面，佢飾演一個為生活拼搏嘅小人物，演出真摯感人。仲有《上海灘》，雖然佢唔係主角，但係演出依然令人印象深刻。佢嘅電視劇演出可以話係為佢後來嘅電影事業打下咗良好基礎。喺電視台嘅磨練令佢嘅演技更加成熟，亦都讓更多觀眾認識佢。呢段時期嘅演出可能冇後來嘅電影咁為人熟悉，但係對佢嘅演藝生涯嚟講係非常重要嘅階段。除咗電視同電影，馮淬帆仲參與過舞台劇演出，雖然次數唔多，但係每次都令人印象深刻。佢曾經講過好享受舞台劇嘅演出，因為可以同觀眾有即時嘅交流同互動。呢種即時性係拍電影同電視冇辦法體驗到嘅。
另外咧，佢仲曾經做過導演同監製，參與幕後工作。雖然呢方面嘅成就可能唔係太為人熟悉，但係都可以見到佢對電影藝術嘅熱誠同追求。佢曾經話過，希望可以透過唔同嘅崗位，更加全面咁認識電影製作。係馮淬帆演藝生涯中最令人感慨嘅。雖然佢因為喜劇角色而廣為人知，但係佢自己對呢類角色其實有啲矛盾。晚年嘅時候，佢曾經公開表示，其實唔係幾中意呢啲喜劇角色，甚至覺得係一輩子嘅恥辱。佢曾經直言，當初係為咗生計先接拍呢類戲，仲鬧過導演王晶添。佢覺得呢啲角色太過誇張，同自己心目中嘅藝術追求有啲距離。但係無可否認，正係呢啲作品為無數觀眾帶嚟歡樂。呢種矛盾心情其實反映咗好多演員嘅困境。一方面希望追求藝術，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現實嘅考量。馮淬帆能夠喺呢兩者之間取得平衡，雖然內心有掙扎，但係依然專業咁完成每一個演出，呢點真係值得尊重。馮淬帆唔單止係一個好演員，仲係一個好前輩。好多同佢合作過嘅後輩演員都話佢好樂意教人，會同後輩分享自己嘅經驗。佢曾經話過，希望香港電影能夠薪火相傳，所以好願意幫助年輕演員成長。例如而家當紅嘅古天樂曾經同馮淬帆合作過，佢就話馮淬帆教識佢好多嘢，特別係點樣喺誇張嘅喜劇表演中依然保持角色嘅真實感。呢種傳承咧，對香港電影嚟講咧係非常寶貴嘅。馮淬帆嘅事業可以話有幾個高峰期，第一個係電視劇時期，第二個就係80年代嘅電影黃金時期。但係隨住香港電影業嘅轉變，佢嘅演出機會都開始減少。不過佢並冇因此而放棄演藝事業，反而嘗試唔同類型嘅角色。例如後期佢開始接拍一啲劇情片，雖然戲份可能唔多，但係演出依然精彩。佢曾經話過，演員最重要係不斷挑戰自己，唔好俾自己困死喺某一個類型裏面。呢種不斷求變嘅精神真係好值得學習。自從1986年移居台灣之後，馮淬帆就慢慢減產，過住半退休嘅生活。佢曾經喺訪問入邊講過，好中意台灣嘅慢活節奏，覺得比較適合自己嘅性格。雖然減產，但係佢依然有參與一啲演出，主要係揀選一啲自己感興趣嘅角色。佢喺台灣嘅生活好簡單，平時中意睇書、睇戲，同朋友飲茶食飯。雖然冇結婚，但係生活都算充實。佢曾經話過，而家嘅生活好自在，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事。馮淬帆嘅演技有一個好大嘅特色，就係收放自如。佢可以好誇張，但係又唔會令人覺得做作。例如喺最佳損友裏面，佢可以好誇張咁演繹牛精凡呢個角色，但係又會喺適當嘅時候收返，令到個角色更加立體。另外，佢好識得運用身體語言同面部表情，佢嘅招牌小瘸子加上豐富嘅表情變化，令到佢嘅演出更加生動有趣。就算冇對白，單靠表情同動作都可以令到觀眾笑出聲。仲有就係佢嘅節奏感好好，特別係講對白嘅時候，佢好識得掌握個 timing， 令到笑料更加有效果。呢種 timing 可以話係喜劇演員最重要嘅技巧之一。馮淬帆係圈中嘅人緣都唔錯，同佢合作過嘅演員不計其數，其中同洪金寶、吳耀漢等人嘅合作最為人熟悉。佢哋嘅默契可以話係經過長時間培養出嚟嘅，特別係五福星系列幾個演員之間嘅互動，真係自然到好似真係老友咁。另外，佢同導演王晶嘅合作都係值得一提。雖然後來佢對王晶有啲微言，但係無可否認，兩個人都創造出好多經典作品。王晶好識得發掘馮淬帆嘅喜劇潛能，而馮淬帆就將王晶嘅創意完美演繹出嚟。馮淬帆對電影藝術有自己一套見解，佢曾經喺訪問入邊講過，覺得電影最重要係真，
就算係喜劇都要有真實感，如果太過離地，觀眾就難以投入。另外，佢覺得演員最重要係投入，無論係咩角色都要全心投入去演，咁先至可以打動觀眾。佢自己就係一個好投入嘅演員，就算係一個小角色都會用心去演。仲有就係佢好重視團隊精神，佢話過拍戲唔係一個人嘅事，係成個團隊嘅合作，所以佢好尊重每一個工作人員，由導演到場務都一樣尊重。馮淬帆喺演藝事業上獲得唔少肯定同成就，雖然未必有攞過咩大獎，但係佢嘅演出已經深深咁留喺觀眾心中。對一個演員嚟講，呢種觀眾嘅認同可能比任何獎項都更加重要。另外，佢對香港電影嘅貢獻亦都得到業界嘅認同。好多電影人都話馮淬帆係香港喜劇電影一個重要嘅代表人物。佢嘅演出影響咗後來好多喜劇演員。晚年嘅馮淬帆對人生有咗唔同嘅睇法。佢曾經話過，年輕嘅時候會好在意成就同名利，但係年紀大咗之後就覺得平淡係福。佢好享受而家嘅平淡生活，覺得比起以前嘅忙碌更加適合自己。另外，佢對生死都睇得好開。今次佢簽咗不急救同意書，就可以見到佢對生命嘅態度。佢覺得與其痛苦咁延長生命，不如有尊嚴咁離開。呢種豁達真係唔係個個都做到。馮淬帆嘅離開可以話係代表住一個時代嘅結束。佢嘅演出陪伴住好多香港人成長，無論係電視劇定係電影，佢都帶俾觀眾無數歡樂。雖然佢已經離開咗我哋，但係佢留下嚟嘅作品會一直流傳落去，新嘅一代依然可以透過呢啲作品認識到呢位出色嘅演員。作為觀眾，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好好咁懷念佢，重溫佢嘅經典作品，同埋將佢嘅故事傳俾下一代知道，等大家知道香港曾經有過一位咁出色嘅演員。講到最後，我都想分享少少個人感受。作為睇馮淬帆戲大嘅一代，知道佢離開嘅消息真係有啲感觸。細個嘅時候，成日睇佢嘅戲笑到碌地，大個之後先明白，原來要令人笑係一件唔簡單嘅事。馮淬帆嘅演出唔單止帶俾我哋歡樂，仲教識我哋，無論做咩角色都要用心去做，就算係一個小角色都可以發光發亮。呢種專業精神值得我哋學習。另外，佢對藝術嘅堅持雖然同現實有矛盾，但係依然保持住自己嘅原則，呢點都好令人敬佩。喺娛樂圈呢個大染缸裏面，能夠堅持自己嘅原則真係好難得。馮淬帆嘅一生可以話係充滿傳奇色彩，由粵劇世家出身到電視台，再到電影圈，每一個階段都有唔同嘅精彩。雖然佢曾經對自己嘅喜劇角色有矛盾，但係無可否認，呢啲角色已經成為咗香港電影歷史嘅一部分。佢嘅離開令我哋失去咗一位出色嘅演員，但佢留下嚟嘅作品同精神會一直影響住我哋。希望佢喺另一個世界可以繼續佢嘅演藝事業，帶俾嗰邊嘅觀眾歡樂。最後，我想用馮淬帆嘅經典對白同佢道別。我會用一個歡樂嘅方法去報導馮淬帆先生嘅離開，原因係馮淬帆一直都帶俾我哋歡樂。我諗佢自己都唔想睇到觀眾喊住同佢道別，所以我懇請各位觀眾一齊同我哈哈笑10聲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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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希望大家鍾意今集嘅分享。如果大家有咩感想，或者想分享下你同馮淬帆有關嘅回憶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我阿蛋會逐個睇，逐個回覆㗎。如果鍾意今集內容呢，記得俾個 like， 分享開去啦，同埋訂閱我個頻道雞蛋仔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再揀全部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任何新片啦。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